云南苗服怎么穿？我们马关的苗族衣服穿着一般分为5道。那第一道是先把我们的外套穿上，第二道就是穿我们这个百褶裙。我拿的这个百褶裙呢，是在我们传统款的基础上进行加长的，非常的修身又显瘦。请你抬起头。第3道就是我们的前围腰，前围腰就是要挡到我们这一个部分，然后呢把它进行遮盖，遮盖以后再往后穿。现在呢就是我们的第4道，第4道是我们的后围腰。用我们这个腰带把我们中间这个遮绑的地方把它盖住，调整一下位置，然后背后呢是像2个燕尾一样的这个花飘带。最后一道呢就是第5道，我们要戴上我们的帽子。戴帽子有2种，就如果说我们成熟一点的这个苗族女孩子会把头发这个绑到后面去，然后呢就把这个套上去，用我们这个头发顶住我们的这个头帽。那像我们年轻一点的女孩子呢，不怎么喜欢盘在下面，我就盘的是一个顶部的一个丸子头，那这样子直接套上，把刘海盖住就好了。